啊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吼，寿喜的你。你啦，食要等呀。啊，寿喜的你哈，感恩啊，谢谢啊。哦，咬，您请假啊？我这个放慢。赞哦，爱香哦，好看。另外有益和盛堂哦，今天益和盛堂厨房那边包900份便当，送到台湾灾区学家3庆里嘛。有包素食的便当哎，跟大家结善缘啊。吃一日哉得百日福啊！吃素就不与众生结恶缘。你看，素食料理也很丰富啊。